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以赛亚书33章17节到22节，启示录22章第8节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耶稣再临。有一个异端宣称耶稣已经再临了，并且宣称在世的基督呢是一位女性，当然就是他们所谓的教主这个异端呢非常的热心，但却不是为了传福音，而是进入各教会去寻找受害者。他们大概呢都是2个人一组，一搭一唱，慢慢的引人入瓮，到最后可能人财两失。前一阵子树林教会的牧师在他们的周报上刊登了一则有关于防范东方闪电的文章，因为就有来自东方闪电的人就坐在他们当时候的礼拜堂里面，他们真的是无孔不入，处心积虑的要使人上当。基督徒应当要与上帝有好的关系，那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审判官，是我们的立法者，是我们的王。先知以赛亚书33章第17节到22节这样说道：你们将再看见一位君王的光辉和广大的国土，对外国的税吏和奸细的恐惧已经成为过去。你们再也看不到傲慢的外国人在讲你们听不懂的话。你们看锡安吧，它是我们庆祝神圣节期的城。你们看耶路撒冷吧，我们在里面多么安全啊！他要像永不移动的帐篷，他的橛子不再拔出，绳子永不断掉。上主要显示他的荣耀。我们要住在宽广的河流边，敌人的船只不在那里航行。纵使敌人的船只进入我们的港口，鬼神也要松脱，帆篷张不开，船上的货物成为我们的战利品，连不能走路的瘸子也有一份。现在基督徒都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因此呢，按照圣经的预言，我们要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再临。这末日的应许在许多的新约圣经当中有提到，特别是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所强调的那新天新地即将再临。启示录第8章21节这样子提到：我约翰听见了并看见了这一切的事。我听见看见之后，俯伏在指示我这些事的天使的脚前要拜他。但是他对我说，千万不可这样。我和你以及你的同道们，就是那一些先知和所有遵守这书里面的话的，同样都是仆人。你应该敬拜上帝。他又对我说，你不要把这书上的预言封闭起来，因为这一切事情实现的时候就快要到了。作恶的必继续的作恶，污秽的仍然污秽，行善的必然继续行善，圣洁的仍然圣洁。耶稣说，看吧，我快要来了，我要带来报偿，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赐给每一个人。我是阿尔法和亚米迦，是首先和末后的，是开始和终结的。那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多么有福啊！
他们有权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并且可以从城门进入到城里。但是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在语言、在行为上虚伪的人，都留在城外。我耶稣差遣我的天使，在各教会向你们宣布这些事。我就是大卫家族的后代，我就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娘都说来，所有听见的人也都应该说来。来吧，口渴的人都要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来接受生命的水。我约翰郑重警告那一些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如果有人在这些话上加添什么，上帝要把这书上所写的灾难加给他；如果有人从这书上的预言删掉什么，上帝要把它除名，使他不能享受这书上的记载生命树和圣城的福泽。为这一切事作证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快要来了。阿们。主耶稣说：请来吧。愿主耶稣赐恩典给你们大家。基督要再临是我们的期待，因为是上帝应许我们的。但就如同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在末日有人要跟你说在这里在那里，其实那都不是上帝的应许，而是许多的假先知、假道学、假讯息。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来判断，领受真正的应许。诗篇46篇，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纵使大地震动，高山崩塌，坠入大洋，纵使怒涛澎湃，群山震撼，我们也不惊惶。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住在那城，城绝不至于倾覆。天一亮，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列国站立，万邦骚动。上帝一发命令，大地就都消融。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来吧，来看上主的作为，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他平息世界的战乱，他折弓断江，用火烧毁盾牌。他说要停止战争，承认我是上帝。我在万国被尊崇，我在地上受敬奉。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恳求我们的天父赐下圣灵的智慧与恩赐，让我们能够避免被诱惑的离开真道的机会，让我们在正道上来等候主再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